以前啱啱開始做創作，啲人已經話我嘅作品入邊有一種好多嘅 humour，我都一直問自己，究竟呢一樣嘢係乜嘢嚟？點樣喺生活入邊去感受，然後將個麻木或者絕望一啲負面嘅情緒轉換出嚟，用一啲好玩嘅方法去揭示現實唔好嘅部分。因為生活入邊，你會莫名其妙相信一啲正面嘅嘢，亦都莫名其妙相信一啲負面嘅。呢個 project 就係源自於我嘅日常生活，喺香港呢一個咁燥底嘅城市，可以實踐到幾多希望出嚟。創作上一個好核心嘅問題，就係去相信呢啲美好嘅嘢可能好短暫，但係相信佢會返嚟。點解我會咁堅定相信呢樣嘢？都係同我個仔有關。當佢同我講，佢話而家呢個時代已經係歷史上最好嘅時代，最少戰爭，最少迫害。哇！你講啲咁嘅嘢，但我最後都選擇相信佢。呢個都係我可以令到自己幾堅定，正面啲去面對呢個世界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。因為如果你要選擇極端嘅希望，可能你都需要某種阿 Q 精神，某種幽默或者麻木，令自己可以鬆綁少少，繼續有一個行動力。當然，我講嗰種希望係一種好多嘅希望。雖然我話我好堅定咁揀咗，但根本我連生活上嘅一啲小事我都過唔到。如果你話加埋演算法或者一啲不斷改變嘅事情，你好快會見到我呢種不能希望嘅狀態。人就係咁樣，冇辦法完全選擇絕望嘅時候，咁就兩個狀態都有，炒埋一齊咯。所以我就用咗 Pollyanna 呢個角色。我想知道我可以行得幾遠，可唔可以實踐到出嚟。Pollyanna 係我為咗呢個展覽創造嘅角色，佢係一個全身粉紅、無限耐性、極度樂觀嘅香港女仔。但係呢一個城市，佛都有火，乜大愛正能量都搞唔掂。我開咗個 IG， 做咗26個 Reels 去講我生活之中無法希望嘅好多瞬間。但作品做到半路嘅時候，覺得希望同好多正面或者負面嘅感受都交織埋一齊嘅。我特別感受到日常生活嘅空間、網上嘅空間，兩個空間堆疊出一個現實。現實中又有種種不適，人喺其中，要自己揾自己舒服或者可以接受嘅位置，要咬實牙關先專注到嘅狀態。諗返自己絕望走唔出嚟嘅時候，其實唔係需要希望，而係需要更深入咁接受絕望、憤怒、無力等等。而家有時同朋友講加油，一定掂。啲人問我你而家係 Pollyanna 定點？一方面覺得點解咁諗我啫？但一方面我覺得好好，因為當下次有人或者自己想用虛假嘅希望去逃避或者包裝嘅時候，大家可以心裏一句 Nice try Pollyanna。